將與神印 No Warbo 演唱會澳門站3月28日開 show。港珠澳大橋口岸澳門機場關閘有免費穿梭巴士直達葡京人。港珠澳大橋口岸澳門機場關閘青茂口岸可乘搭公共巴士，建議51及59號到達葡京人。澳門葡京人的 Fun Factory 娛樂小鎮即上梯館所在商場。上梯館位於葡京人3間一字排開咖啡店，有絕美日落勝地美譽，旁邊商場入面呢個853娛樂館。